哟，上一份码头做啊！现在这个2年皮嘛，该不来着？你半年之前弄的，弄得不灵。哎，你看看呐，那个是到个儿子弄。哎呦，我以为小姐妹呢。你看看到儿子跟儿多大的个儿多呢？阿强，我来不是做官，谁是发财？你还是挨上来，还是挨上来？好看。不是个男的不后头哪没个家？还有侪是带脱的呀。哎，哪会个呢？你弄只走半年嘞，哪漂亮哪弄，别去过去烧个米嘛。哎呦，小戴姐，我看到你亲切的嘞。你碰上这个低年的晓得我孩子吧？我受真的，我很想抱抱你，我受伤。哎呦，我眼泪都想下来。通知2日谢日，这低年侪不是上有个灯。现在天天不2日直播间各种奖。我已经不你讲这一都是啊，那有的讲嘞。我讲你干的有点够分了，讲。我也不，你等先把这个眉毛弄好，这个地方还可以在下面去。反正但是讲你出几次发片来，你要讲的，谁是现在在这当我来的呢？丫丫，我要拍海看点，面孔太大了，影响相亲了。还根本我开始弄眼睛来的，可以，我也要变漂亮了，不能光难漂亮。上一档中午是去年6月份带云南去之前，整整各自1年半辰光着，眼睛嘛也抖脱着，现在也来变色。哟。哦哟，再得来，再来弄的，我一张知道啊！哎呦，现在走出来了，昨天回来已经我难看了。还有多少时间啊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2分钟。哎呦，哎，到这里看看我眼睛头。哎呦，蛮灵啊！哎，不是100个零啊！啊，不是啊，不是个，超级满意。哎呦，那也来在那2个人在家，哪个地方不现在？马上要换了。我讲你这次甚至也不认得来噻。啊，这个甚至看见哎呦哟，啊是哎，不讲，你看哦是的，那个眉毛，我的睫毛啊，灵的呀，也是第2日，你到外头去弄一弄翻个白也不吃。对。啊嘞，那么你得带到去吃好，对吧？对，吃啊，跟着我开心，吃喝玩乐还要变漂亮，领是领个100、200块，臭